唔需要簡單見到你個隆重嘅介紹先，你可以簡單見到個隆重介紹先。我呢位執事係上帝俾佢恩賜好勁嘅執事。裝修，我哋夾布先。如果你有去過布先堂嘅話，你姊妹冇去過布先堂，我歡迎你嚟到布先堂。布先堂係每個星期日嘅幾點啊？9點半去到我哋布先堂參加我哋教會，成間教會係去裝修。係好靚嗰隻，係靚到哇！上帝俾感謝主。但係呢位執事真係睇到佢愛主嘅心，睇到佢侍奉嘅心，佢又好愛牧師嘅心，所以我邀請佢嚟祝福我哋陳錦波牧師。一齊起身嚟領受嗰個祝福。多謝上帝，多謝阿爸，我哋本身感謝讚美你，主啊，多謝你，多謝你，聖靈透過耶穌透過牧師嚟帶領我哋前面福音堂建立喺39週年嘅，主啊，多謝你，真係讚美你，主啊，你繼續恩膏多啲我哋陳錦波牧師，多啲恩膏佢，等多一個39年嘅，上帝講嘅。上帝俾你嘅相信我哋個牧師再帶多39年係冇問題嘅。主啊，多謝你，你祝佢身心靈都健康嘅，由頭醫到落腳嘅，有健弱嗰啲眼睛都會光亮啲嘅39年之內，再一個39年。主啊，多謝你繼續祝福我哋牧師啦。我哋牧師39年都唔係簡單啊！嗬，建立有個好嘅管家。有好嘅牧師，有彼此相愛嘅牧師，有聖靈充滿嘅牧師，再次印過俾多啲異象我哋牧師，多啲嚟服侍教會39年咯，仲俾多啲異象，只係多謝你讚美你，哈利路亞！亦都祝福我哋師母喺邊度啊？祝福我哋師母牧師母都係冇嘅，即係講響教會點講啊？有一個同心同心見到39年，冇同心真係冇39年嘅個咩教會啊！師母，我睇到你噶嘛，係你老人，祝福我哋師母都係一樣噶啦，都係祝福佢心靈健康啊！再服侍多牧師39年啊，再次建立，因為你相信上帝愛。俾我哋39年唔係問題㗎，有80歲係唔係問題㗎？好嘅，哈利路亞，祝福啦，繼續祝福，亦都祝福佢哋嘅仔女啦，孫啦、孫乜都平平安安，正我哋牧師正有咁嘅點講，即係講響教會，即係講冇憂慮啦，感謝主啦，讚美主啦，繼續祝福我哋牧師啦，我牧師都係睇到我都係今年都係靚仔多少係咪？上帝嘅祝福真係好大㗎，真係建立教會都唔係容易，主啊，多謝你讚美你，你老一，再次嘅祝福，再次嘅俾異象我哋牧師，你老一，亦都祝福依家都係祝福我哋這邊牧師啦，仲39年係第一日啦，奉耶穌基督嘅名啊，乜嘢搞擾佢哋唔響佢身上㗎啦，一點點冇㗎啦。你係服侍39年啦39年啦繼續感謝主啦一路都係咁好有彼此相愛㗎啦感謝主讚美主，哈利路亞！神嘅祝福係好大嘅，我哋係相信，我咩都唔識嘅，其實我咩都唔識，我係一個裝修佬嚟啫，唔識字咩都唔識嘅，但係上帝都俾我。做個執事我都覺得牧師我咩都唔識嘅喎，連祈禱都唔識嘅到依家，人哋我都係覺得我信心啦，信心啦感謝主讚美主啦，第日俾我哋這邊牧師都係大大嘅恩膏，大大多啲異象，帶領教會更多人嘅，更多人信我哋基督耶穌基督嘅坐到滿嘅，布先堂、八珍堂都坐到滿嘅，滿到真係我哋再加教會嘅，賣咗隔離又再隔離嘅，只係感謝讚美哈利路亞，感謝主。如果
祝福我哋嗰啲執事們啦，每一個有同心嘅，同心再建立啦，一齊同David牧師3個39年嘅嚇，4個或者到耶穌嚟嘅39年啊，唔係39年啊，我哋係感謝讚美你，哈利路亞，也祝福我哋前度，前度都唔知有邊度感謝主，哈利路亞，繼續做啊！你兩個3個39年嘅。一直到耶穌嚟嘅，異象俾到我哋耶穌嚟嘅嚇，哈利路亞！讚美主，多謝主，感恩祈禱我係奉我耶穌基督名禱告，阿門，哈利路亞，多謝，哈利路亞。主啊，直到你再來吧，直到你接我哋翻而家，直到上帝同我哋講，多謝啦。所以上帝我哋信服，我哋信服，因為上帝依間教會唔係我哋嘅，係你嘅。哈利路亞！好唔好？依家我邀請會嘅執事，我哋行會嘅執事要為咗我哋嘅教會踏入新嘅階段，未來嘅禱告，從第39年邁向第40年，我哋要繼續行在上帝嘅心意當中。嚟，我哋弟兄姊妹好唔好？其實我都 OK 㗎，正話淨係專執事應該騎晒喎，個老細應該，你應該騎晒咗佢正話。然之後David牧師真係好好啊，俾我呢個主題，佢星期4俾我嘅。咁樣我記得當我睇到嗰6行嘅祈禱嘅時候咧，我心入邊就諗係咪應該揀最簡單嗰樣咧？咁樣點知下一個信息，David牧師就講你就為呢樣嘢祈禱，我差唔多係最簡難嘅咯呢樣嘢。後尾星期5、星期62日，我就問咗我太太。我每一擺見到佢我就問一擺，我講我祈禱呢個主題喎，應該點樣祈啊？你估我太太俾咩答案我？俾你哋估下。我太太講：你執事嚟㗎嘛，你自己諗啊。OK， 咁我哋一齊祈禱啦嚇，我哋一齊低頭祈禱，阿女啊，揸翻條配章，我哋多謝你。主啊，呢39年入邊，主啊，你俾咗我哋一個好嘅屬靈嘅家。主啊，你俾到我哋看見到怡保傳媒方堂好多唔同年代嘅人，好多唔同嘅人都響神依個家當中嚟成長。主啊，我哋多謝你，主啊，我哋感恩，因為我哋有咗呢個屬靈嘅家。主啊，我哋知道，主啊，呢個家係上帝你預備咗俾我哋嘅。你預備咗最好俾我哋嘅，主啊，我哋相信，我哋堅信呢樣嘢。主啊，我哋多謝你。主啊，明年我哋要邁向40年，40週年。主啊，我哋多謝你。主啊，你俾咗我哋咁好咁多資源。主啊，無論係人力物力，主啊，呢個建築物，主啊，你都俾咗我哋。主啊，我哋帶着我哋宣告，我哋帶着信心入到呢個40年。呢個新嘅旅程，喺我哋教會怡保傳媒方堂中文堂嘅當中，主啊，我哋宣告，當我哋進入40週年嘅時候，主啊，上帝你嘅意象，上帝你嘅視野，你要俾到教會一班嘅領袖，睇到一啲新嘅事物，一啲新嘅意象，一啲新嘅目標。主啊，我哋宣告突破、興起、擴張。都會臨到，都會係我哋其中40週年要睇到嘅嘢。主啊，我哋多謝你。主啊，我哋唔知道會係點嘅樣，但係主啊，我哋只係憑信心，我哋交俾你，我哋宣告，我哋教會只會更加嘅好。主啊，進入呢個40週年嘅呢個旅程當中，主啊，求你繼續嚟擴張。主啊，擴張我哋教會，主啊，唔好淨係得呢4埲牆呢個建築物，在我哋進入40年啊，這邊40週年嘅時候，主啊，你擴張我哋嘅，
嘅視野，你擴張我哋嘅教會，甚至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接觸到唔同嘅人，甚至人可以不斷嘅增加，靈魂不斷嘅得救。我哋要見到更加多嘅弟兄姊妹向我哋教會當中嚟成長。最後在40週年入邊，我哋要見到我哋教會有不斷嘅年齡層嚟接棒、嚟接上每一個嘅崗位，無論係主日學、青少、中年到年長，不斷嘅都侍奉你，接上一啲嘅崗位。主啊，我哋多謝你，主啊，我哋真係把我哋邁向呢個40週年嘅時間，主啊，我哋交託在你恩手當中，主啊，我哋咁樣祈禱，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名之後，阿們。多謝你弟兄姊妹，我介紹俾基督士一下，頭先我嘅介紹，佢係我哋元老之一啊，創辦怡保傳媒推動佢 BAB 嗰陣時係 BB 啊 BB， 佢 BB 嘅時候就喺我哋當中。第二個喺我哋當中嘅係真 B 姊妹，從教會一開始嘅時候就到而家，同我哋忠心嘅咁樣服侍神。所以佢哋一定會見到更大嘅神力嘅高度，更大嘅神力嘅能力，更大嘅神力嘅力量，在我哋嘅當中邁向40週年，要將榮耀歸翻俾神。阿們。但係教會頭先會基督先同我哋講，唔係四奉牆。跟隨耶穌嘅人有個重點就係聖經同你講，你要如此行。咁樣其他嘅人就會知道你係我嘅門徒，係咩咧？彼此相愛。頭先從謝出執事到永基執事都有提到呢個，我哋一個彼此相愛嘅心。所以好冇即係下落嚟，你好少見到佢，但係有時候會聽到佢把聲。你又會睇到佢嘅影子喺我個講章入邊。呢個題目。親愛嘅黃秀花執事，加多咗呢個特別節目，所以對上嘅成日都會喺我哋當中，因為我主要學入邊。我邀請黃秀花執事為咗教會合一與彼此相愛嚟祈禱，求神保守教會在愛中合一，同心同行。我哋呢間教會不但只有3個堂會，把真堂、怡保花園堂同埋護善堂，我哋仲有中文堂、英文堂、印尼堂、泰摩堂嘅內嘅。弟兄姊妹，呢間教會係一家人。我哋在基督入邊，因為我哋捉住耶穌唔放嘅時候，耶穌已經買開我哋成為一家人。我都有請神嘅祝福。個個都識得我㗎，我係一個好嚴肅嘅媽咪嚟嘅，其實喺家庭中，好感謝主，真係對唔住啊，我要睇下我隔天所要祈禱嘅嘢。感謝讚美神，今日係好特別嘅一個日子，我係獻上感恩嘅。我哋經過39年，我離開呢間教會，我嘅仔33歲，32歲。34啊！原來有咁大㗎啦，哎呦，都做老婆咯。OK， 33年都教會㗎。OK， 33年啦，我都喺呢間教會嘅。咁謝主你1歲我就帶你翻嚟呢間教會，歸入呢間教會。咁謝主我哋嘅教會真係我哋同心同行。我哋宣佈我哋嘅怡保福音堂係一個聖靈為根基嘅教會嚟嘅。合一嘅心一定愛聖靈所賜嘅。如果係你有一個合一嘅心，冇聖靈所賜咧，唔會合一嘅。咁記住，我哋目標係建立在愛主嘅群體入邊，就係弟兄姊妹、領袖們每一個同工們，在子裏同心同行。我哋最大嘅就係要彼此嘅服侍，要傳福音，要見證主名。咁樣咧，如果係我哋同心同行，在主裏，我哋凡事要咩啊？
我哋要謙虛，要溫柔，要忍耐，要用愛心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基督所示合一嘅心，竭力保守。所以我哋感謝主，我哋知道我哋愛神係行在主嘅旨意當中。如果我哋愛神，我哋係把教會交在神嘅恩手中。合一嘅心好重要。當你哋嘅心如果唔合一嘅話，教會就唔會成長，唔會充滿神。我哋主耶穌，我哋多謝讚美你。我哋知道我哋係一個傳遞福音堂，怡保傳遞福音堂，在陳錦光牧師中文堂帶領之下，我哋再一次嘅宣告，我哋教會係一個合一嘅教會，係一個同心同行嘅教會，係一個彼此相愛嘅教會。無論我哋當中弟兄姊妹在入邊係有乜嘢衝突嘅話，我哋以愛寬恕，我哋以愛行動，我哋以愛彼此嘅相愛。主啊，呢個係你聖經嘅教導，你個話語在當中，我哋要彼此嘅認識。主，我哋多謝你，你賜給你嘅恩典在我哋嘅教會入邊，俾到我哋真係在愛裏服侍你，在愛裏增長，在愛裏成長。主啊，又俾我哋教會有同一嘅意象、同一嘅心嚟到把教會帶領更多嘅日子，唔單止係39年，再更多直到基督嘅來到。主，我哋多謝你繼續嘅面前係恩典在教會，俾我哋嘅弟兄姊妹同埋我哋嘅領袖執事同工們一齊同心同行嚟到建立呢個愛嘅教會，因為呢個係榮耀主你嘅名嘅。主耶穌，我哋多謝你，我哋唔單止把我哋嘅教會中文堂教學，我哋把英文堂、把印尼堂，我哋把印度堂，亦都交在主嘅恩手中。主啊，呢個合一我就係喺眾嘅教會入面呢個合一。主啊，當你嘅國一照起嘅時候，我哋知道呢間教會係屬於神你榮耀嘅教會。多謝主嘅愛我哋，多謝主你在千億萬人中揀選咗我哋成為主你嘅兒女。主啊，你教導我哋，信靠你嘅就要彼此相愛，信靠你嘅就要行在主你嘅旨意當中。多謝主嘅愛我哋，多謝主你揀選咗我哋成為神。每一個都係神你所揀選嘅，在呢度每一個人嚟到主你面前嘅，都唔會失約嘅，彼此嘅服侍，彼此嘅愛你，彼此站在唔同嘅教會嚟到侍奉你。主啊，我哋知道你愛我哋係在彼此嘅服侍當中，有唔同嘅身份、唔同嘅崗位嚟到服侍。最緊要你愛我哋真係愛人如己，最緊要係我哋愛侍奉你，係行正確嘅道路。多謝讚美神，把一切都榮耀交給俾你，奉耶穌基督嘅名禱告，阿們。哈利路亞！接下落嚟，我哋想邀請真理旗執事、維啲執事。維啲執事唔單止係我哋教會嘅執事，佢又係我哋政府理事會嘅理事之一。去帶領顧先堂佢嘅丈夫Michael好落心嘅樂意嘅向顧先堂侍奉，都好似見到佢㗎啦，但係每一次都要聽佢個名，因為你會顧先堂好做。多謝主能夠成為教會嘅一份子，多謝牧師真係好有愛心忍耐嘅帶領開我哋呢班教會嘅同工執事嚟一齊嘅配搭，成為同工嚟服侍我哋嘅教會，服侍我哋嘅主，感謝主，讓我哋一齊嚟祈禱，為着我哋嘅領袖，為着我哋嘅執事們，多謝主，哈利路亞！天父爸爸，我哋為着我哋今日傳媒福音堂中文堂39年，感謝你，多謝你點樣以你聖靈嘅愛，透過我哋嘅陳錦光牧師夫婦，透過我哋嘅黃秀金傳道，還有其他嘅執事同工，還有我哋教會嘅領袖們。我哋多謝你，我哋繼續向你呼求，求你繼續賜下你嘅智慧，恩典更多，力量更多，同心嘅更多，繼續邁向進入呢個40年裏頭，你享受神啊你自己嘅同在。耶穌，我哋讚美你，我哋知道你係莊家嘅主，你已經打發更多個工人，我哋也更需要更多個工人嚟進入我哋呢個教會，無論係個針、怡保花園堂同埋顧先堂。我哋要睇到更大更多嘅執事同工嚟興起
繼續嘅嚟服侍你，帶領更多人嚟認識你，直等到你翻嚟。耶穌，我哋多謝你，繼續嘅為着我哋教會執事同工，為着佢哋嘅家庭，為着我哋嘅身體，為着佢哋工作嚟獻上禱告，因為你就係我哋嘅供應者。無論喺我哋邊一方面，喺另一方面，喺我哋金錢上嘅方面，喺我哋心靈上嘅方面，你都係我哋嘅供應者。我哋多謝你，也求主你賜下，特別喺我哋服侍執事領袖配偶，讓我哋有一個同心配搭喺我哋教會入邊嚟服侍，同埋一齊嘅執事們嚟配搭。我哋知道，主我哋呢份工作雖然嚟講睇到係好容易，但一時當我哋面對我哋弟兄姊妹個需要嘅時候，喺屬靈方面或者喺我哋個人嘅方面之後，我哋都會有困擾。但係我哋感謝主，因為你俾我哋有力量，俾我哋有你自己嘅恩典，有你嘅話語帶領我哋多謝你。主啊，我哋需要再進入呢39年、40年入邊，要更大更多意見你，祝福我哋身體，俾我哋能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靈魂興盛嘅嚟愛你，你跟隨你。多謝主，你繼續嘅嚟祝福我哋全地福音堂、中文堂，我哋把所有嘅頌讚、尊貴、榮耀歸俾你。聽我哋嘅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個名，阿門。哈利路亞，讚美耶穌，讚美耶穌。多謝主。一間教會唔係死場，一間教會係要有好多嘅事工，係我哋每一個人彼此嘅服侍。所以唔單止我哋要服侍彼此服侍，但係我哋都要出外去服侍。我冇邀請黃秀金傳道嚟為着教會外展與社區嘅影響力嚟禱告，求神使用教會成為社區中的光與祝福。我今日好感動，真係好感受到主嘅愛我哋義寶全地分堂。係愛我哋每一個人，教會就係你同我。感謝主39年嘅恩典，真係好睇到恩典喺我哋中間滿滿。興起我哋特別為咗神嘅恩典，揀選開我哋呢一班咁忠心嘅、咁委身嘅、咁獻身嘅，嚟到喺教會互相嘅配搭，成為你嘅肢體。感謝主，我喺教會入邊都36年啦，89年信主。30年6年30，所以我真係透過呢個教會嘅呼召啊，神透過啊，就係因為有人傳福音，就係因為教會弟兄姊妹有出去嚟到帶領好多嘅靈魂入到呢間義寶全地分堂，成為神嘅兒女。咁我30幾年喺呢個教會係冇去過第二次，神係帶我嚟到呢個教會。嚟到受糧，嚟到委身，嚟到獻身嘅。我睇到教會一路嘅經過咁多年嘅歲月，進入到今日39年，明年就40年。David牧師講呢個禮拜咧，本人我講道嘅，我準備，但係講阿姨你唔使講道，因為啱啱係正日39年嘅教會生日。你講我哋響當中咧嚟到慶祝，嚟到紀念，嚟到一個祝福，嚟到一個每一個執事嚟到獻上，嚟到預備我哋要進入40年，哈利路亞！所以好感恩David 俾我呢個題目，我唔使講到，我好開心啦。咁我而家係為呢個教會嘅外子、社區嘅影響力嚟禱告啊！係求神繼續使用我哋教會，正如執事講嘅，進入39年，仲有下一個39年。話佢講牧師有39年，阿牧師100幾歲，佢預言啊，好似摩西咁講，眼目冇分化，精神冇衰敗，繼續服侍到39年。感謝主，勝利貴言啊，阿 Man 啊，鄭日春執事。咁而家咧，我哋就好心嘅為教會嘅外展同埋教會嘅事工嚟祈禱。阿爸天父主耶穌，我哋滿心感謝你讚美你，我真係帶着好感恩嘅心，同埋好無言嘅感激嘅心嚟到你嘅面前。主啊，我哋真係好感謝你，感謝你
以你嘅恩典為我哋教會全備福音堂，以保全備福音堂為年歲嘅冠冕。經過39年，使39年都滴滿你嘅指引。好似我哋其中嘅執事講，39年我哋喺度從無到有，從零到豐盛，亦都睇到39年入邊，你揀選咗無數嘅靈魂嚟到搶救無數嘅靈魂歸入神你嘅國度。從黑暗歸向光明，撒旦權下歸向耶穌基督，成為你嘅兒女。主啊，我哋真係好感謝你，感謝你嘅聖靈嘅工作，喺呢個義保全備福音堂當中，喺我哋中文部嘅裏邊咧，你做奇妙救贖嘅恩典工作。主，我哋相信唔單止係39年帶領到呢個無數嘅靈魂嚟歸入你，我哋會相信在接落嚟嘅39年，再39年，我哋喺度繼續呢個福音去傳遍天下，透過義保全備福音堂。因為你嘅應許講，對外要傳福音，要完成基督大使命；對內大命令要彼此相愛。所以主啊，特別呢個對外嘅呢個大使命，讓我哋每一個基督徒，主啊都有一個嚴肅嘅心，都俾我哋知道要還福音嘅債。當我哋一被你揀選咗，主啊呢個福音嘅大能就喺我哋嘅生命入邊嚟到運動運作，嚟感動催逼，叫我哋藉着我哋嘅生命影響力。去影響我哋嘅周圍嘅人，特別我哋嘅家人、親人、朋友、鄰舍，主啊，甚至嗰啲未識得嘅人，我哋都用我哋嘅生命，主啊嚟活出見證，感化人生嚟認識你，將人帶到你嘅面前嚟接受你，將人帶到義保全備福音堂嚟成為家中嘅一份子，配搭嚟侍奉你，主啊！你俾我哋嘅教會義保全備福音堂係一個金燈台嘅教會，係基督新婦嘅教會，讓我哋一個教會繼續去完成你自己嘅心意，因為你嘅心意要得到滿足啊！你嘅心意要得到成就啊！主啊，你俾我哋每一個基督徒大大細細都有好嘅影響力，讓我哋呢個影響力係潛移默化嘅，係感化到我哋身邊每一個人心啊，嚟認識你，知道你係神，你係國，除咗你之外冇別的拯救。神你繼續興起義保全備福音堂，讓我哋嘅教會係成為一個發光嘅教會、熱情嘅教會、有生命嘅教會、有愛嘅教會、有能力嘅教會，係人嚟到你面前得着一個平安喜樂嘅教會，有盼望嘅教會。主啊，祝福義保全備福音堂繼續嘅進步，繼續嘅嚟領受更大嘅豐盛、更大嘅恩膏、更大嘅權柄。多謝你興起我哋教會嘅牧師，特別我哋嘅金波牧師、陳金波牧師，我哋教會嘅領袖，真係你興起我哋當中，特別為牧師嘅忠心耿耿、忠心到底，你感恩你，因為冇陳金波牧師，主啊，我哋今日可能呢一群人，我哋都唔知去咗邊度，但係因為有你嘅忠心勞苦嘅帶領，主啊守望，主啊呢個係我哋嘅頭，主啊我哋愛佢。我哋在耶穌入邊嚟祝福佢身體健康，祝福佢靈魂興盛，祝福佢有美好靈性，祝福佢在所有嘅服侍接落嚟嘅服侍入邊，主啊，佢願意嘅嚟到去重新得力，而應展翅上騰，而應返老還童嘅服侍，而恩膏而有能力。在耶穌裏邊成為教會嘅祝福，眾人嘅祝福，將一切榮耀歸俾你，平安歸俾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啊！獻上禱告係奉耶穌基督得勝嘅名求，阿們，阿們。教會係你同我，我同你講係你同我，所以教會都要成長㗎。教會已經39年啦，我哋嘅生命都要一樣嘅成長，所以我哋今日有請到我哋啱啱上個禮拜被安立嘅執事，哇！辛苦啦！有一個工作就係要我哋祝福教會，為咗我哋每一個信徒屬靈嘅生命與成長，或者係我哋嘅一切嘅靈命嚟獻上，求神塑造我哋每一個人生命更像基督，阿們。謝謝執事，哈利路亞！一個嘅祈禱同你身邊嘅朋友講，弟兄姊妹講，同你有關嘅。每一個咧都有做一個習慣，可能你有許願啦，或者你有寫定下啲嘅目標啦。但係在耶穌裏，一切都會被更新。在耶穌裏。
你就是新造的人，阿們。無論2025年你覺得點樣好定唔好，但係進入新嘅一年，上帝應允話要我哋覺得比往年更好，阿們。因為佢係一個應允嘅上帝，我哋一齊嚟祈禱。主耶穌，我哋都將我哋嘅全備福音堂華文教會3堂嘅弟兄姊妹，特別係今日嘅呢個嘅怡保全備福音堂，我哋都獻上祈禱交到俾你。進入新嘅一年，主啊，佢會睇見我哋嘅靈命一個突破。阿們。主啊，過往我哋睇見我哋立開好多個目標，但係今年係特別嘅一年。佢要為咗我哋嘅屬靈生命獻上俾你。主啊，我哋祈禱要睇見我哋靈裏邊咧有更深嘅突破，更深層次嘅突破。主啊，我哋要進入一個嘅主你至聖所裏邊，與你一個密切嘅交流、密切嘅祈禱、密切嘅敬拜。上帝，我哋將我哋嘅眾弟兄姊妹嘅完全嘅獻上祈禱交託俾你，奉耶穌基督嘅名祝福怡保全備福音堂嘅弟兄姊妹們，將我哋靈裏邊咧喺今年我哋宣告有更深嘅突破，阿們。要睇見我哋靈裏邊咧，唔單止更像耶穌，能夠活出耶穌基督嘅香氣。仲有透過我哋生命咧，能夠影響社區；透過我哋生命咧，讓人睇見我哋身上就好似睇到耶穌一樣。仲有我哋都特別為咗我哋嘅中文部嘅特別嘅弟兄姊妹，無論係年少、年老、長輩或者年青嘅，上帝，我哋都將我哋各自嘅角色、我哋嘅呢個嘅責任都獻上祈禱。將我哋嘅責任、我哋嘅生命唔係淨喺教會，我哋睇見我哋喺呢個嘅工作場所，無論喺呢個嘅學校、社區或者親戚朋友裏邊咧，將擁有耶穌基督嘅香氣，將透過我哋嘅生命咧，能夠發揮出呢個嘅福音嘅果子，將透過我哋嘅生命，讓我哋影響更多人返到教會嘅。將我哋繼續落嚟祈禱，係為咗我哋生命。唔單止一個信徒，將我哋宣告我哋生命要進入一個門徒嘅樣式，就好似12門徒咁樣忠心嘅侍奉你。我哋宣告進入新嘅2026年，我哋全部在座各位嘅弟兄姊妹都一個侍奉嘅心志，一個新嘅異象，聖靈啟示嘅異象，重新嘅企立嚟到服侍上帝，讓我哋生命一切嘅獻上俾上帝。上帝，我哋都將我哋嘅生命都獻上交託俾你。主啊，我哋祈禱，我哋睇見我哋靈裏邊咧，唔單止個突破，喺侍奉上一個突破。主啊，讓我哋一齊嘅同心同行嚟到侍奉一位嘅真神。主啊，讓我哋唔單止成為上帝你忠心嘅僕人、忠心嘅門徒，要睇見我哋真係能夠用心嘅、全心意嘅嚟到服侍你，讓我哋生命活出耶穌嘅樣式。共同嘅嚟到將我哋一齊到獻上俾我哋上帝，我哋如此憑信心祈禱，乃是奉靠耶穌基督得勝名禱告，阿們。首先箴言執事講到，唔單止要做信徒，要做門徒。門徒就係要服侍，要侍奉嘅。所以最尾一個事項。我邀請到家長執事，為咗各事工，更多嘅志願者可以上嚟，你一切嘅事奉，你一切嘅為主為身，甘心樂意參與服侍，參與事工。阿們，有請家長執事。弟兄姊妹好，感謝主，我喺呢個教會咧，從信主到而家都已經教會已經26年。感謝讚美主喺呢個26年當中睇到教會嘅成長，睇到教會嘅不斷嘅前進，睇見教會其實喺我哋當中之前咧都係好多年輕人，有好多出去讀書，有啲出去做工。其實我哋教會係栽培好多嘅人才，而且呢啲人才咧可以祝福其他嘅教會。我哋真係好感恩就係我可以嚟到呢間教會，特別我哋真係好感恩我哋陳金寶牧師。俾到我哋好多嘅年輕嘅一班，無論是做工嘅，我哋可能正在讀書嘅，都開始不斷嘅俾我哋有信心，俾我哋有機會嚟到栽培更多神嘅工人，特別喺個末後世代裏邊，為主贏得更多嘅靈魂，甚至特別在神嘅事工當中，能夠興起更多神嘅精兵們。
弟兄姊妹，今日好似地位牧師所講嘅，我哋每一個都是基督嘅跟隨者，我哋每一個都係上帝嘅工人。特別喺個末後世代裏邊，上帝要大大使用你。好唔好同你左右隔離講，上帝要大大使用你？上帝要大大使用你。係咩？所以弟兄姊妹，今日我要為着嘅特別係為着我哋嘅教會，在未來嘅可能嘅1年，可能39年，在未來嘅日子當中，我哋睇見到上帝要興起更多嘅工人，特別在義邦傳媒方堂當中要被興起，甚至被差派，而且祝福更多嘅萬邦萬國。我哋相信，無論在兒童嘅事工，在青年事工，無論在呢個嘅職青嘅事工，在祈禱嘅事工，在呢個敬拜讚美事工，甚至在小組事工，在更多嘅事工當中，我哋睇見到上帝興起更多嘅上帝嘅人才，要開始嘅為神地得着呢個嘅地土啊！我哋一齊禱告，爸爸我多謝讚美你，主我哋好感恩，主你俾我哋有機會可以服侍，主我可以好像正如執事所講嘅主，我哋唔單止成為主你嘅跟隨者，我哋要成為主你嘅門徒，唔單止係一個信徒，唔係一個糊塗，係一個主耶穌基督嘅精兵。好主喺個末後世代裏邊，主你興起你嘅工人，無論在喺呢個嘅兒童嘅事工，仲有無論在青少年事工，在呢個嘅職青嘅事工，在呢個嘅禱告嘅事工當中，甚至在婦女組嘅事工，甚至在呢個嘅小組嘅事工，甚至在敬拜讚美事工當中，主啊，願你親自嘅嚟到預備，因為耶和華上帝，我哋知道你總是有預備嘅上帝，主我哋知道主在你嘅工作入邊係不缺人嘅。爸爸，我哋相信主在義保傳媒方堂，主我哋好感恩。呢39年，呢39年係你一直嘅帶領，係你嘅恩手一直嘅保守，係你嘅恩手一直嘅嚟到牽引我哋。爸爸，在我哋進入到呢個40週年嘅時候，爸爸我哋需要你，我哋呼求你，我哋真係謙卑你嚟到主你嘅面前，我哋懇求主你親自嘅嚟興起你嘅僕人。主你感到更多嘅弟兄姊妹嚟到加入到主有義保傳媒方堂每一個嘅事工，嚟到成為主你嘅工人，嚟到成為主你嘅僕人，嚟到服侍教會。因為一個成長嘅基督徒係要得服侍人㗎，就像耶穌基督你為門徒洗腳，仲係幫助你嘅教會係一個謙卑嘅教會，而且有一個影響力嘅教會。主啊，我真係把義保傳媒方堂每一個嘅，無論是年少嘅、年長嘅，甚至係成年嘅都完全恭敬交託在主你嘅恩手當中，願神你親自嘅嚟到興起神啊，你嘅精兵們喺個末後世代裏邊，主啊與你一同嘅嚟打啦最後一個嘅仗。主啊，我哋相信當你靠住你嘅時候，主啊每一個神你所訓練嘅每一個嘅精兵，每一個嘅工人，每一個嘅呢個嘅神你嘅僕人，當你出到嘅時候，出到呢個世界嘅時候，主。我哋會把更多人帶入到教會當中，主你教導我哋得人如夫，得人如得魚。主唔單止好在呢個要我哋教會唔單止局限於呢個4幕牆入邊，再睇見我哋教會開始嘅行出去，開始影響呢個世代，得着呢個世代。主用呢個世代要再次高舉耶穌基督你嘅名字。耶穌係多謝你，榮耀單單係歸俾主耶穌基督你，直到永遠。主特別叫我哋繼續嘅幫助。繼續為咗嗰啲曾經有受傷嘅領袖嚟到禱告，可能係在事工上佢哋有受到一啲嘅傷害。主所借你時間，我求你再一次嚟到安慰佢哋，求主你再一次嚟到加力量俾佢哋，俾你哋能夠再一次嘅重新得力，如鷹展翅上騰，繼續嘅好似我哋今年嘅主題，被神塑造，成為上帝所合用嘅器皿。多謝讚美主，奉耶穌基督你得勝嘅名禱告，阿們。我哋做一個總結嘅禱告吧，好似，但係我未做呢個總結禱告嘅時候，我祝福我哋呢個説話。約翰福音第1章14節講：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約翰寫過約翰福音嘅時候講到呢個信息就係、去睇到上帝嘅榮耀。而39年，義保傳媒福音堂經歷咗無數次上帝嘅榮耀，唔係因為我哋有幾勁，而係因為上帝揀選咗你哋，上帝停留在呢個地方。咁我哋嚟祝福你哋，耶穌我哋嚟到面前，滿懷咗敬畏與感恩嘅心。主，你唔係遠離人嘅神，你係親近親自降臨在我哋中間，住在我哋中間嘅神。
今日主，我哋為咗39年來你在怡保傳媒福音堂嘅真實不離不棄嘅同在獻上感恩。我哋感謝你為所賜下一切產業所感謝你，為你所建立一切嘅東西我哋感謝你，為被醫治咗嘅生命我哋感謝你，為被更新開嘅心靈我哋感謝你，為堅定嘅信仰信心我哋感謝你。感謝你垂聽開我哋許多嘅禱告，主，我哋感謝你依然要仍在成全當中嘅過程當中嘅，或者尚在等待中嘅禱告，你會成就嘅，我哋都感謝你。感謝你使信心代代相傳，使祭壇破碎嘅祭壇得以重建，使生命在日日中俾你嘅恩典遮蓋。主，你嘅恩典已經覆庇真我哋。主啊，當我哋站在個階段完成點一樣39年啦，又站在一個新嘅路程嘅起點上，主，我哋憑着信心宣告會有更大嘅突破，唔係追求外出嘅嗰個嘅俾人觀看有幾榮華，而係主啊，渴望在入邊你實實在在嘅同在，唔係曾經。唔係要加添主啊忙碌嘅事工，而係主啊要承載真實嘅上帝你嘅能力在我哋當中。主啊，唔係數字有嘅成就，而係生命真正得到轉化。我哋祈求更大嘅度量嚟到認識你，更大嘅度量嚟活出主啊果子出嚟，更大嘅度量從身心靈體得着醫治，更大嘅復興。更大嘅被建立，更大嘅被差遣。主啊，引導我哋忠心行走，敬拜嘅道路，禱告嘅道路，服侍嘅道路，奉獻嘅道路。主啊，在愛中樂意侍奉。怡保傳媒福音堂啊，你唔係單單今日數算順利嘅日子，你係要在你嘅生命入邊，怡保傳媒福音堂產生更多嘅果子，要產生更多嘅能力。你在你嘅掙扎入邊，你會更深入嘅認識呢位耶穌，你會必被興起，帶着清楚嘅方向與堅定嘅信念，承載基督，進入家庭、世代和呢個城市中。主啊，穩穩妥嘅成為金燈台在下的。奉耶穌名字，我哋祝福呢間教會，祝福我哋每一個牧者、領袖、教會執事、教會會眾，從紀念行走順服，從紀念中行上去順服，從根基當中行上去使命入邊，從應許入邊更行上更大嘅重量。奉耶穌基督名字求，阿門。好冇？耶穌嘅榮耀。機會，咁多謝咁就執事教會就當今日我哋紀念39週年嘅日，就呢個係正日，正日先啊，真係好難得啊！我哋個週年同埋主日係同一日，真係特別。今日就39週年啦，明年就40週年。咁40週年咧，我哋會大慶祝40週年。咁我已經周牧師講開，你負責啦嚇。我成立個委員會同埋點樣去參與呢個明年40週年嘅大慶祝，真係多謝上帝嘅恩典咯。諗翻39年前，39年前1987年1月11號
開始第一個主日崇拜聚會喺呢間教會，我哋唔係喺度，我係喺樓下，因為嗰時候即係有，我記得有唔知少過10個人，冚唪唥嗰啲參加者即係從英文堂嗰度出嚟支持嗰個中文堂嗰個主日敬拜聚第一堂。就係點樣佢會有一個點樣開始呢個主日崇拜聚會第一堂咧？係因為有一個牧師係怡保係吉隆坡傳福音堂嘅嚟拜訪我哋喺1986年12月嘅時候，咁我帶佢出嚟食飯，佢就問我你哋有中文堂嗎？我冇啊，正話英文堂開始都冇幾耐。佢就同我講，嗰時我啱又負責一個中文堂嘅小組啦。佢講你明年開始中文堂，所以我睇住我得咩？我又唔識中文，我係屬英文教育，唔識點樣講廣東話。但係講你得嘅，聖靈會透過你嚟到去成立呢個教會。即係咁嘅主就，我聽到佢咁講嘅時候，我捉住上帝嘅説話，我講聖靈，我真係唔識㗎，唔識點樣嚟到辦理個教會，唔識點樣嚟到去帶領教會，唔識點樣嚟到分養講道做冚唪唥嘅，你必須有帶領，你必須有指示，你必須有嚟到幫我。咁一就有個順服聖靈，透過個牧師所講嘅，就1987年1月11號就開始怡保傳福音堂中文部呢個教會。嗰時候我有同英文嗰班領導人、嗰班理事會講，我開始呢個中文堂點講？好啦，你咪去做啦。咁我就咁就主講，我哋冇邊個未有歸國會員嘅未有人出席。咁我咁就主啦，就有啲英文堂嘅講識得中文嘅喺度講，我哋出席就啦。就係我哋帶住個目標就係我藉着中文堂咧，會帶到英文堂嗰啲佢哋嘅會員咧，佢哋嘅父母啊認識耶穌基督做個人救主。呢個就係我哋個目標嘅時候。所以咁嘅主就藉着咁多年都係39年咧，就實在唔係人嘅工作，係上帝嘅工作，係聖靈嘅工作，喺呢個教會成立開、建立開，同時帶領到咁多弟兄姊妹。所以我有一年唔知幾時我計過，因為我哋每一個喺教會洗禮嗰啲弟兄姊妹，佢嘅名我哋有記錄喺個本簿，所以有一次我就攞出個本簿出嚟計，在咁多年入邊嗰時係真係30幾年，即成30幾年㗎。我計哇，有超過500幾人已經喺個名喺個名單度係透過傳福音堂，佢哋聽到福音，信咗耶穌嚟浸禮嘅。咁我感謝主咧，有好多就已經有啲參加，有啲就而家教會去別個地方講道，感謝主啦嚇。咁樣就即係呢個係上帝工作，聖靈工作，同時聖靈帶領到咁多眾兄弟姊妹翻到教會，咁啊同時興起咁多嗰啲職青啊嗰啲學生嗰啲喺教會呢度侍奉，即係好感激。好感謝天父上帝，實在冇佢哋就真係唔知點樣去辦啊！雖然我知道聖靈會繼續使用，你知道人嘅年紀越嚟越大嗰時候，就唔同嗰啲，唔好似以前18、22啊嗰歲數嘅，超過80幾歲嗰時候就實在體力、精神會差啲低
繼續依靠上帝，依靠聖靈嚟到幫我哋去繼續嚟到服侍教，同埋有一日將來啲好快嘅會交呢個教會俾後生班職程特別你嘅牧師同埋嗰啲班執事牧師嘅教會嚟到帶住嘅教會，所以呢個教會會更有39周年、40周年，更多39年，更多40年，直到耶穌基督大前萬年。所以多謝咁嘅機會，今日我哋可以出席嚟到紀念呢個特別嘅日子39周年慶祝。雖然冇乜大慶祝啦，但係唯一呢個教會禱告，我哋感謝主，就一陣間我聽講李牧師有一個刺激嘅儀式啦，嚟感恩我哋嘅天父上帝。所以感謝主，祝福大家聖靈中繼續返教會，繼續嚟愛耶穌，繼續嚟到喺教會嘅事奉，我哋繼續預備心，預備明年我哋會有一個大嘅慶祝40週年。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Chinese. Happy birthday to you. 廣東話。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教會生日快樂，教會生日快樂，教會生日快樂，教會生日快樂。好多謝執事們、領袖們一齊出嚟，我要邀請埋我哋嗰啲嘅領袖在我哋嘅當中，鳳儀姊妹、國父弟兄，仲有邀請周邊姊妹啊，39年嗰個老臣子啊，建文弟兄領袖之一慧儀姊妹，仲有邊個？阿妹姊妹啊，係啊。好，快啲！邊個贏啊？哦，你幫我拍啊，姐姐，很好，謝謝你。看到嗎？不用。謝謝妹。嗰啲你每次開會都有嚟嘅。Piano. Wait, focus. Piano, focus. Okay, hi. 好。你嘅生日。自己。3拍。1、2、3拍。Happy birthday！ 不用了，这个不行。平安，好嚟，我哋祝福弟兄姊妹啊！願上帝嘅慈愛，等先，要散會嚟，哈利路亞！嚟主啊，我哋多謝你，今日雖然好簡單咁樣嘅儀式，但係主，我哋係數算上帝你嘅恩典，主你得咗一切嘅榮耀在我哋當中，奉耶穌基督名字祝福我哋每一個人，平安歸俾我哋每一個人，讓我哋翻到我哋自己個人家中都係經歷到主你雙親嘅恩典，神在嘅恩典，神在同在我哋當中，奉耶穌基督名字求，阿門。